伫台中大道的专联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目前还有5个人失去联络，这消防人员正全力搜救当中。国家安全出现空碰，有暴力的警官涉嫌泄露总统无公开行程，目前人已经放停接受压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台中大道沙电路二段专联公司有一大仓库，今下晡1点24分的时阵发生火灾，这火势烧甲真大，现场拢是乌烟。目前为止呢，还有5个人失去联络。这现场上界新的情形，赶紧连线予咱台语台记者杨淑静。是主播记者人目前伫咧台中大道仓库的现场，这个仓库伫今日下晡1点半时发生火灾。台中消防局计将出动40台的消防车，佮有10台的救护车，加107位消防人员来现场救灾。火势伫下晡4点50时阵控制落来，到5点40，佮有6个人找无。目前天色已经暗落，也有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要继续找调伫厂区的工人来听拄则台中市长罗秀燕的访问。说他们今天调派的施工人员里面应该还有6位人士，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全力搜救当中，会连夜搜救，会连夜搜救。所以夜间的这个搜救器材这个都已经进来了哈。市政府表示，搜救行动会维持到暗时，因为火灾地点伫重要的车路、沙电路顶，呼吁民众尽量闪开这个路段，和消防人员全力救灾。导火原因要等明仔载温度较降温的时阵，才会入去现场调查。以上是记者尤淑晴伫现场上新的情形，即阵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讲到这个专联是伫咧台中大道一带，还未完全来完工的新厂房，今下晡发生火灾，有一个外名员工掉伫内面，是掉伫咧无共款的楼层顶头。这消防局赶到现场，有救出19个人，到6点为止呢，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市政府也调度伫同期区甲厂房的外口弄柜，准备一条搜救路线，也要来透明抢救。火一直为厂房传出来，还有火昏半天悬。伫台中大道沙电路的专联公司仓储新起的厂房，19下晡1点半发生火灾，火真紧就规拢烧起来，将近20外个工人掉伫无共楼层，情况真危急。消防局随展开救援。他们在做人员清查的时候，还有发现大概5到8名的这个民众啊，目前电话是没有接通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派2组的人员携带水线进到现场去搜救。新起厂房面积28734平方公尺，是地上4站、地下1站的建筑，内底有真侪玻璃拢崩。消防局出动分推车救援，为4楼救14个人落来，3楼救5个人出来。厂方是讲，也有5至8人失联，另外有1个工人火灾拄发生时阵，为4楼跳落来，当场失去性命迹象，送医急救也是救无转来。医院患者主要是全身有一些熏黑的情况，以及双脚明显变形、骨折的情形。经过急救之后，已经宣告死亡。下晡4点45分，佫发现4楼有2个失联的已经无气，经过急救也是救无转来。到暗时6点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因为火也无法度拍花，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到场关心救灾进度。消防局请同期区破坏外延的帷幕开搜救路线。消防弟兄他们有传出来说，他们在里面可能找不到路，因为有的都已经没有路可以走，所以他们现在有破坏机具也进去哈。那希望能够把这个协助消防弟兄能够开辟搜救的路线出来哈。救出来的民众拢总有8人，数日性砸伤，意识清醒，分别送五车东综合病院，也甲沙拉公联病院。除了6楼的死者也无法度确认身份以外，其他死伤者拢是台湾籍工人。消防局表示，到位点初步判断应该伫地下室，已经做好透明拍火也甲搜救的准备。详细导火原因还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专联伫台中的新厂房发生火灾，环保局随启动空气品质监测，认为这乌烟会吹到风尾彰化和云林。讲到台湾这几年发生几多站这仓库和厂房火灾，专家是建议讲要爱制定厂房相关的防灾应变措施，也爱加强人员的应变能力。大火烧起高烟摊，几公里远，连彰化拢看会到。专联位伫台中大道的新起的厂房也未完工，19下晡就发生火烧厝。专联讲会协助营建商配合消防局来调查原因，也毋过这个火一直炭烧，环保局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评估这个火灾高烟恐惊影响风尾彰化甲云林。
经由模式模拟整个烟尘的轨迹呢，今天的气象条件除了影响大陆区域以外，下风处的彰化县甚至彰化以南的云林县都有可能略受影响。那台中市环保局呢，已经提醒下风处各县市相关单位。仓库顶面清楚搞烟，台湾去年发生几站抢房加仓库大火，亲像2002年桃园家乐福杨梅物流厂会火灾烧掉一座智慧仓库，也有7家海霸王集团伫高雄增订的仓库也被烧起来。专家以去年连续10片彰化厂大火为例，导火原因是油煎机周围确实配置无适合，适用油火灾利用化炭被火起。点出多数业者无因应这厂房的特性来制定相应的防灾甲应变的做法。我们现在大概只会告诉你，你闻到烟味要去查，可是几个人要去查，多少时间里面要查，怎么查，这些没有人在讲。现在的操作就是只做到量，缺乏质，包括灭火的训练，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具备灭火的能力？消防教育训练不足，可会造成民众做出损害损着，造成伤亡。专家讲，灾害发生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除了加强并且落实应变的训练，嘛要制定灾害应变的评估标准，才有法度伫事故发生时做出正确的处理，尽可能来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真正有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或者中共都要防起诉啊！近时，搁再传出讲，这保来警官涉嫌泄露总统无公开行程和特定的证书，目前也防停职收押。立委是认为讲，这代表国家安全体系已经破空，要求国安单位呢，就要随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总统府外口戒备真严，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总统外清着无公开行程和特定的人士来掌握，包括维安资讯等等。检方伫调查了后，发现讲涉嫌泄密的是一个负责总统维安的部落细组的警官。伫约谈了后，照泄密国家机密保护法这个罪嫌，向法院声押准啊。那朝远遭羁押，本总队立即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第1项第6款规定，予以该员停职处分。那并秉持勿枉勿纵，那依法就办的原则，彻查到底，绝不宽纵，展现净化团队的决心。负责总统维安的天下第一营宪兵211营，进前才方表出讲有4个士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和中国防起诉。即马阁发生保6个警官涉嫌漏泄总统的维安机密。立委认为讲，这表示讲咱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逼迫，要求国安单位应该是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连续这样子那么多的事件发生，我认为国安单位必须要跨部会，不管是警、县、军，全部都要跨部会来彻底的被检讨一下，来看看说他们到底做一些背景审核的部分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正副总统的人身安全受损的话，那受损的会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国民的利益，所以该严审、该严查的，我们会全力支持国防部来严查，但是千万不要办了老半天没有办出结果，没有找到真相。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讲，总统府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对个别人员涉嫌违法，唔那是伤害，并且是正拍拼的国军和警察团队，佮伤害个人和国家。公安局和总统府会依法来定处，绝对袂安尼就准拄煞。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阶段，总统府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而相关单位也会全力来配合后续的司法侦办。国防部长顾立雄讲，会持续来加强官兵的保防意识，而且进行风险管控的作为，来反制中国的渗透。公安局嘛发声讲，特勤中心是持续要求维安任务的编组人员遵守法纪，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依法来查处，绝对袂轻轻放过。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奉指控讲，伊伫桃园市长任内介入着华爱区基园区土地开发弊案，受人诬洗提500万，8月互检方起诉。目前有一寡被告承认犯罪。今日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传郑文灿出庭，伊是强调讲伊无收钱，也讲开发案毋是一个人决定的，坚持讲伊是受冤枉。郭翠阳出现伫桃园地方法院，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做市长的期间，涉嫌收賄钱500万，伫华亚科学园区土地开发案内面，替特定人士护航。8月，检方照涉犯贪污罪起诉，甲打19第一摆来出庭。市长还是拒绝认罪吗？
明显真正侪地文灿面对镜头，啥物拢无爱讲。毋过伫凌晨的时阵，伊是大声发冤枉，准备20点来答辩。其中针对检方指控，伫106年9月迄天，做白手套的台塑真高层廖俊祥，为着开发案，砸500万装伫落架内面，送去市长的官邸。地文灿伫知影廖俊祥红感听，则伫1年后，佫甲钱还互伊。地文灿是反驳讲，毋捌收过黑钱，是过两天才发现对方有留一个落架，真侪摆要求因摕转去，因拢无来，才造成检方的误会。和台塑的干部联谊和开发案无关系。地文灿强调讲，开发案是营建署和市府的人员判断的，并不是一个人决定。佮讲到做市长8当，真侪摆拢得到5000的肯定，相信司法会向伊清白。莫非检察官误解国家建设的定数？公诉检察官会针对我们的起诉的一个犯罪事情的证据那个在法庭上，我想我们当然会来做一个举证，来施行来一个公诉地文灿一审的律师团内面有2个人拢是检察官出身的，伫庭上和检方交锋。凌晨3点半钟，地文灿坚持家己无罪，不过共案有真侪被告已经承认犯刑。说落来，这场司法审理一定会够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今透早是官司时这气象署也针对着新北桃竹苗等7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伫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透早树啊拢结霜啊。那这合欢山因为水气无够，加落一寡这雪还佫冰沙啊尔。气象署也表示讲，拜五会变甲无遐尼冷，毋过拜六又佫一阵冷气团会落南，到时阵愈暗是会愈冷。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19礼拜四合欢山透早4点外达到落雪条件，不过因为水汽不足，加上短时间落雨雪，未少游客无顾到冷害低温，冲去合欢山。真的，这个我们非常冷，搞不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来啊，就是创造一个回忆。有看到雪落一时啊，互上山民众话讲真有价值。那路边的树花、山顶变做银白色的世界，轿车挡风玻璃头前，嘛会当看到一寡雪。因为路边积雪结冰，现场挂指示牌，要求车爱加装雪链才会当通行，才袂出去。镜头换看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园区的树花、草坡啊结一烟冰霜，规个银白色的，互游客感觉真神奇。于今日的清晨，下起了雾凇，那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太平山庄以及翠峰山屋等较高海拔的区域。那目前呢，气温约-3度，那没有水汽不足，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所以呢，宜专一线并未进行道路的管制措施。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19透早陆续落冰霜，不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路面无结冰。气象署针对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7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这波冷气团20日下减弱，各地温度回升。中南部高温到20度以上，北部高温回升到17至18度。不过拜六下晡开始，各地会愈暗愈冷，持续影响到后礼拜1的透早。这段时间温度就是逐渐的下降，一直在周日及周一的清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普遍就会是12到14度，那在南部呢跟台东大概就是14到16度左右，感受上也是明显的寒冷。气象署表示，后礼拜1日下开始气温会一天一天回升，不过后礼拜1到后礼拜2，因为南方的水汽刷向北部，各地落雨机会会增加，呼吁民众出门都爱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22年3月初6，台中市的兴中街公务处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今仔日一审宣判，这放火设定厝卡判无期徒刑。另外，甲这物件囤甲满世界细整的厝主，依照着这公共危险罪，改判刑7年。台中市兴中街7楼徛街2022年3月初6发生大火，造成6死6伤的悲剧。因为细地男厝卡不满伊伫咧房间饲养互细装的厝主骂，叫伊搬厝煞想起来放火，而细装的女性是扛一大堆杂物，造成逃生也阁有救灾困难。台中地院审理2年外19一审宣判，地姓查甫人无期徒刑，体大公权终身；细装的女性是按公共危险顶罪判7档，专案各当上诉。当时的厝卡丁前是到现场来听判决，表示尊重司法。生活也好啦，或者是一些受伤啦，一些精神赔偿。我们现在主要诉求是就这样。那至于说他们犯罪的结果，当然是由法院来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顶前是讲伊因为吸入性砸到，抑佮甲窗仔弄破的时阵，骹目受伤，致使失业。到今敢若会当带朋友的厝做散工来维生，即卖已经提起刑事抑佮民事的诉讼，希望量早摕到赔偿，恢复正常的生活。转来到事发现场，厝边讲姓曾的厝主也是一直咧藏物件，环保局敢若会当清除公共空间的杂物，对厝内物件是无依法，烦恼同款的代志会阁发生。希望市政府可以把他这些东西处理掉。真的，有时候人家走过去丢烟蒂，真的我们住在这里的人都很怕，怕第二次伤害。因为室内跟楼上它涉及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部分，那一块的话，环保局是没有办法进去啊。强制清除大概有23次。台中市府2019年开始，就对姓曾的厝主裁罚35届，强制清除顶仔卡抑个风火行23届，累计的罚单超过20万块。都法局嘛打出公告，明年开始迄间公寓纳入公安检查申报的范围，若无申报，会当按建筑法规划所有权人6万到30万的罚款，刑期无改善，阁会当连续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又阁发生事故啊！今下晡2点外，一台 EMU 900型的区间车结束任务，伫咧花莲准备进入去洗车线时阵，去弄到这机枪洞，造成这车头的玻璃破起，加载是无人员受伤。推进洗车一股啊，因为未注意停车位置自北边的 EMU 900的机车头去撞击到直冲挡造成了鼻头破损，还有玻璃破裂这样。对这画面呢，咱看到讲这车头玻璃是破到真严重。台铁表示讲，这台列车本地是车洗了后，暗时要登去树林临时换边组，袂去影响到旅客。要若这事故原因是安怎发生的呢？这部分阁需要调查。有一个有心的富人人，今年7月坐台北市光华巴士，迄个时阵呢，伊是有新7礼拜，却因为公车向打动，害伊跌倒摔来楼梯。今仔日早起呢，就含这机关出面指控，讲这业者开6000块，就想要甲代志扫掉。伊也批评讲，这交通裁决所的事故鉴定根本就毋是事实。画面当中，查甫人的后壁有一个查甫人准备要刷卡为后门落车，才刷卡了，人就跋一大倒，为对着后门的监视器画面搁看一摆，准备要落车的查甫人刷到刷卡机的边仔，正手先扶好扶手，刷下来倒手来感应，但因为紧急打动，一时间拨出去，结果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的事故鉴定意见书说讲是查某乘客无还好案造成的，驾驶并无责任。车监会竟无视客观事实及证据，作出违反客观事实的书面报告，指称被害人未紧握扶手，严重灼伤车监会的公信力。受害者本人罗太太会在台北市议员李明贤的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指控，7月15号，伊坐光华巴士24 7号这一班，造成一年开将近几百万。真无简单，才透过试讲成功有心的囡仔，才7礼拜大就死亡，伊真心痛。迄当时才听到囡仔心跳无到1礼拜的时间。我不晓得在场的你们能不能体会，对，求子这么久，结果就这样一跌。小孩子就是开心2个月，瞬间又跌到谷底。市议员李明贤生气，但事故鉴定书一期有包庇嫌疑，更加不满台北市公运处过程当中拒绝提供影像。公运处还威胁我说，公布影像就有法律责任。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到底是在保护业者，还是在保护人民？那依照后续的程序当然可以进入复议或司法途径，那后续也会配合相关的一个调查。洪指控的光华巴士回应，并不是只有赔6000块，是已经提供1万块的慰问金，但有人坚持是乘客无还好案造成的。前车刹车，那我也是跟着刹车，有造成这个乘客他可能没有紧握的部分所以他可能产生一个跌倒的状况。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不过司机离赛车过程挂耳机，北市交通局表示这是无稳准的行为，已经裁罚9000块。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国会要赶伫20，政府资金期限进前推动临时开支法案，10批说予也未上任的正副总统 Trump 也个 Vance 反对。Trump 是要求讲，这临时开支就要减省，而且爱伫咧拜登任内有关机制，毋是等到伊上任才来做。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主导的临时开支法案，将无简单甲民主党达成共识，确保法案有够的票数会当伫众议院过关。法案的内容主要就是互政府伫未来3个月内维持目前的支出水准，像讲白宫要求的100亿美金灾害救助款、300亿美金的农民补助款、巴尔的摩跨海大桥的重建经费、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还佫有就是国会议员的调薪案。不过后任的正副总统川普甲范斯18煞雄雄反对这项临时开支法案。川普伫社交平台答问，爱共和党议员较巧的用强硬的态度，若做民主党威胁法案无通过，政府就会关门。安尼就回答讲，这拢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甲拜登总统的唔对。最后佫用大写字强调，若做有真正的总统在位，根本都袂这么乱。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a debt limit increase. That's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push for. 离政府资金用完的时间20敢若剩2天，也等新年假期慢要换，国会真侪议员甲助理早就整理好转厝过节。强森就算要顺川普的意，讨论新的开支法案内容，拢面临人数不足的困境。House Republicans have now unilaterally decided to break a bipartisan agreement that they made. House Republicans have been ordered to shut down the government and hurt everyday Americans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为了因应目前政府开支水准，国会提高负债限度的次数已经超过100届，联邦债务规模达到36兆2000亿美金。川普要求临时开支法案必须都要用伫该用的，而且必须爱伫现任总统拜登任内就提高负债的限度，毋是听候到伊上任了后。川普所任命的政府效率部共同主管马斯克，搁伫 X 连发70条文，讲法案的内容充满政治分离，搁经过投赞成票的议员。2年后拢应该落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12月18是国际移民日，有一寡移民唔知倒位听讲，这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会开放，因就走去边境等，说互美国军队赶走。也因为川普讲过讲要对这移民基地打正压，这些移民就开始伫咧烦恼。伊唔拿上街头游行，也强调讲这移民唔是犯罪，只是希望有一个美国帮。直升机伫德州美墨的边界伫西口啊，互规个拢烟蓬蓬。德州边界巡逻警卫队是向想要下过边界无证移民来放催泪瓦斯。18国际移民日即天，一寡移民准是讲美墨的边界会开放，想要弄过去，结果嘛是互无情赶走。Estamos nerviosos y por eso tratamos como que de entrar para ver qué va a pasar con nosotros antes de que él entre ahora el 20 de enero.Sí, tenemos miedo, por supuesto que sí. 一个关照移民的牧师讲，这移民拢是互人抓集团骗去啊。Tristemente, muchos de ellos siguen siendo engañados por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que está sacando provecho económico de cada uno de ellos. Hay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operando, quitándoles el dinero, robándolos, secuestrándolos. 在拜登卸任之前，美墨边界的警戒措施看起来并无放零，连墨西哥这边嘛紧派出军警来维持秩序。不过，同款留伫墨西哥的移民并无死心。因伫移民日即天是大声喊移民毋是罪犯的口号，伫真侪城市加起的街仔都示威。En realidad el panorama es bastante difícil, tenemos incertidumbre como el resto de, creo que en México la sociedad civil, los que están documentando, quienes están en otros espacios, la verdad están sufriéndola mucho porque estamos a expensas de lo que suceda allá.另外有一寡移民根本都还未到墨西哥中途失联啊，因的家属嘛伫哥伦比亚，甲印有因的相片报条寄互关，希望较紧找到这个无代无志失踪的亲人。目前美国境内差不多1100万的无证移民，其中大多数拢是对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来的。川普第2个任期还未上任，就已经呛讲要大规模来驱逐这个非法的移民，甚至以对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高关税做威胁，要求墨西哥要配合管制移民和毒品。面对无确定的未来，到离拉美国家的民众，美国人想要达成是愈困难。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因为技术的问题，对今年6月落到伫个国际太空站的2个美国太空人，本地明年4月要回来。不过 SpaceX 因为这 NASA 执行的载人太空任务有去前到，太空人回来时间也着爱延后，上紧爱等到明年3月啊。美国太空人威廉斯甲威尔摩今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到国际太空站，不过因为飞行期间太空船出现推进器故障这问题 ，NASA 因为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乘坐飞机空装返来地球。2名太空人留伫国际太空站，等到明年2月，甲 NASA 9月 Crew 9太空任务送来美国太空人希格甲罗西亚太空人戈布诺夫斗阵回航。这个原定8天的太空任务将变做9个月，没想到 NASA 伫18讲飞行的日期还搁再延期。Spaceflight is difficult. It's a lot harder than I think people realize. Like NASA makes it look easy because they just like keep sending people up and keep sending people up, but like actually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and so sometimes this kind of stuff is going to happen. 原定明年2月载运太空人到太空站轮调，并且甲威廉斯这4名太空人在等来 Crew 10任务团队上，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执行。不过全新的天龙号太空船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准备，所以讲发射时间延后。威廉斯这人飞行时间上紧嘛等到3月底，甚至到4月。时间一直延后，取得各界关心。不过2位太空人讲，因的身心状况拢真好。Things that we always miss, our families. I miss my 2 dogs. I miss my friends. But you know what? Like Butch sai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n Earth that are sending us messages, and it makes you feel just right at home. 今年11月，国际太空站接受过2批补给，所以讲食物、水、衫裤也有勇气这必需品拢无欠缺。内底甚至要庆祝耶诞甲跨年假期的物资。NASA 讲，一般太空任务一抓持续6个月，少数继续到1年才久。所以讲，威尔摩甲威廉斯的停留时间无伤大的问题。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离这耶诞节剩1礼拜尔，但年这个时阵呢，这芬兰耶诞老人村上届无赢，那爱看全世界各地头寄来下悬的批，而且应该4界去送礼物，因为今年全世界有真济动乱，耶诞老人也下悬，希望世界和平。卡达着白色耶诞老人派着大大礼物袋啊，行向伊交通工具通知疲劳，准备要出发去发送礼物。今年一届耶诞节特别到了，每一当这个时期，就是芬兰耶诞老人村上无闲的时刻。耶诞老人无闲阅读，各地自动寄来批，受到全球各地发生动乱的影响，耶诞老人除了祝福大家耶诞快乐，嘛真罕的下愿，毋望会当世界和平。And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people could live in peace. Because sad things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 time. We can't deny that. But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how to live in a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So Merry Christmas. 耶诞老人认为庆祝节日的方式有真济款，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正确的。伊也攞邮局内底的精灵，嘛无用加数10万件为全球各地寄来下悬批做分类。今年的批甚至有为台湾寄来批。Santa has recei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etters to Santa Claus Main Post Offi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far, most letters have arrived from Asian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also European countries. Poland would be in top 5 of them. 精灵表示，今年大部分的囡仔想要存在7号米仔做礼物，其中上普遍的愿望是毋望收到咸鸭球。真侪游客嘛，伫这个时期进入盐路村，感受节日气氛，而且排队甲耶诞老人会面，实现囡仔时期的梦想。毛家配合耶诞老人的民众，毋望收到耶诞老人的批甲祝福。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台湾政府要和美国科技公司高必直接到这卫星网络合作业务。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讲到，若准这美国 SpaceX 的通信卫星系统承认无安全的问题，而且美国政府嘛有同意台湾也跟因来合作。讲美国过去导人亚马逊所属的跨屏网络卫星计划巨擘，安怎借由低轨道卫星的优势，提供良好的通信服务。因为俄乌战争期间，低轨道卫星的承认，和乌克兰维持网络通信，真受各界注意。为了防止强军遭到咱台湾的通信，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接受外媒专访，提起台湾会甲美国科技头人亚马逊协谈卫星网络合作。尤其
无线通信的这个产业，现在全世界都在竞争当中，但是要建构低轨卫星链这个是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的投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国际来合作。我们是希望也能够整合我们的晶片台湾队。原本欧洲来说是 OneWeb， 但是 OneWeb 来讲，好像它的财务跟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大家在寻求的是另外一个可能可以合作的方向。对这代志，数位发展部长黄彦南证实，最近亚马逊所属的跨屏网络卫星计划巨擘有主动联络数位发展部，双方经由视讯会议讨论未来合作，也加在台湾建立地面站的可能性。像这个它那个服务要落地，很多是要经过我们数发部，包括这个频谱啊，它等于是先跟我们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未来的一些方向，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能乐观其成啊，那将来我们会协助他们在台湾提供服务。因为吴成文也对外媒讲，总统赖清德任内，台湾当年要投入300亿发展主权 AI， 希望加强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合作。因为成年的头家马斯克伫中国原来有投资，嘛甲川普关系真好，外界好奇未来是毋是有可能甲成年合作。对这代志，吴成文是讲，只要成年有安全，也甲美国政府同意，也会当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新增加2例80岁确定病例，是站北部地区的校园群聚案例。12月中开始有人确诊，卫生单位要靠一寡接触者。今年到今，台湾已经有30例80岁的确定病例，是自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的。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80岁确定病例，这是伫北部一件校园烧话案件。这条个案是12岁查甫囡仔，11月底出现发烧、家嗽有痰、食食甲活动降低，后续因为症头无改善，佫就医。采检了后，伫12月12确诊。卫生单位鼓励接触者进行健康监测。家庭接触3人无症头，已经用先食药啊。刚校口接触的16人，其中1人有家嗽的症头，经过采检，伫12月17确诊。整起的一个百日咳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总共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有30个人，会追踪到1月7号。疾管署指出，80岁是由百日咳杆菌引起的疾病，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咱国有提供婴幼儿疫苗，不过疫苗保护力会对时间慢慢减弱，效力衰退了后，感染风险就会可能增加。临床儿科医师指出，感染80岁初期会有类流感症头，并发肺炎的风险比新冠甲流感较悬，所以若是一直烧未好，都要特别注意。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验了都找不到原因，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验百日咳。小朋友大概建议就是11岁以后就可以考虑打。那假如说你真的要好好预防，就是每10年打1次。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全球真侪国出现80岁疫情相关更严重的情形。咱国今年累计30例80岁确定病例，其中29例是本土病例，1例是境外移入，病例数是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提醒民众，若是有阵阵家嗽，还是气骨喘，家嗽了后会吐食的症头，都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公布上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每4分2秒就一个人得癌，这时间是国在缩短啊。癌症内面的肺癌是上届侪人得到，也那第2名是大肠癌，第3名是脸癌。咱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1位依然是癌症。国健署分析111年国人癌症登记报告。新发生的癌症人数是13,293人，比前一年增加8,531人。全癌症发生年纪中位数是64岁，以肺炎上侪，连续2年排伫咧第1位。以全癌症来讲，平均是4分2秒钟就一个人得癌，比前一年的4分19秒时间又搁变紧。癌症的发生数大概跟110年比起来，大概增加了8000多人啊，代表可能有一些延迟就医跟当初疫情的时候不敢出来筛检有密切的一些关系。10大癌症新发生的人数内面，肺癌依然是第1位。过来就是大肠癌、女性的黏癌、肝癌、裂破腺癌。因啊，子宫体癌是比前一年上升1位，来到第10位。国健署提醒讲，癌症伫咧初期无明显的症状，
民众除了定期做健康检查，也可以注意身体状况是不是有改变。以肺癌来讲，如果有这个长期的一些这个咳嗽，那或者是以乳癌来讲，它有这个女性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硬块，或者是在乳房的一些变化。那在大肠癌部分有包括它的一个大便的一个习惯改变，就呼吁民众能够注意到身体的这个警讯。统计显示，每年差不多5万多位个人因为着癌过身。各县市呼吁民众，目前包括口腔癌、大肠癌、子宫头癌、咽癌加肺癌，拢有体检的服务。那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加治疗，量早发现、量早治疗，会当有效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现代要经营一间册店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伫宜兰的大溪车头边啊，就开一间独立册店，结合着大溪特色，民众会当哪读书、哪用这温泉水来浸脚腿。铁路、温泉、古厝3项文化元素，拢伫咧这间册店会当感受到。这头家选择开册店，毋是开民宿，伊是希望讲这会当真做发展在地特色的所在。甲温泉水天入去茶头卡桶看挂，民众通伫这间册店哪浸脚腿、哪啉咖啡、哪读册。这间独立册店就踮伫咧大溪车头边，店头内底一切大部分拢是有关艺术、建筑、铁路，是展现在地温泉文化、铁路文化，阁有老厝3项特色。而且内底伊的物件，甲一般的主店的主无啥共款，拢是迄个日文，而且阁是足侪拢甲艺术关系。文化以外、传达以外，第二是看会使甲大溪本身的这个学校，甚至旅客，甚至饭店做连接。因为来大溪毋是讲泡温泉，来大溪你嘛是找一寡较有文化的所在。这间册店的头家甘明辉，细汉到大汉拢住伫车头附近，也到日本读册几落年，所以对铁路阁有温泉文化真有感情。这栋铁路边的旧厝本身已经50几年，伊20年前甲伊买落来，用2-3年的时间，家己动手修复，打造一个空间。伊希望这通成做一个复兴读册风气、展现文化的所在。开册店无一定爱趁钱，开册店就是讲，我有一寡册会分享给大家看，大家看了伊嘛感觉真欢喜。过来这种册，本来这个时代来讲，甲阮的时代无共啊。对个台湾的文化，开了嘛袂啥物帮忙。但是咱会使讲一卡一步印，会使做偌济，咱就做偌济。甘明辉讲，伫这个时代要经营册店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搁较免讲是独立册店，帮这间册店通永续经营。伊也规划未来要甲这个空间开放，予艺术家做展览、做工作室这块用途，予文化通直接拓展发展。记者林玉凯宜兰报道。社会有温暖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吴尊贤基金会2年就会颁发一届吴尊贤爱心奖。12月19是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2个人一个机构得奖。行上台顶接受颁奖的这寡人，拢是长期关心弱势族群，无计较家己付出偌济的人。2年一届吴尊贤爱心奖拜四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得到社会服务奖的陈在辉牧师，这30年来伫华东地区家人成立青光教室，伫囡仔放学了后陪伴因，辅导侪青少年也行入部落，解决部落的经济问题。我想讲无，我就来社会看卖啊，来庄头看卖啊，来部落行来看卖啊，看我有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安尼感觉人生是安尼是。你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意义，咱感觉活得嘛真欢喜、真快乐。也若同款伫花莲的黎明机构，即届得到慈善服务奖，因收容低龄障碍者、自闭症的患者，长期陪伴培养因发展工作能力。机构正做是这个身心障碍者的另外一个家，替一个家庭减轻照护负担。所以，阮也有安排一个庇护工厂，阮也有安排互因住的所在有照护者，这拢是阮服务的行业。阮希望因将来会当独立，那镜头较轻呢，会当出社会，这是上好。所以看到他们的成长，跟看到他们的进步，我会觉得说我投资的青春跟投资的健康是值得的。而这十几年来，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每一步都很艰辛。
得到公益服务奖的陈佩文老师，因翁仔某行入偏乡，家己总钱升入亲爱爱乐弦乐团，陪伴原住民囡仔学习音乐专长，帮助因建立健全的生活能力。吴尊贤基金会希望透过表扬，鼓励大家同齐为社会付出，用家己小小的力量关怀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棒球12强，咱台湾队内面捌工作红不让的陈新伟，今仔日登到夜母校高雄市复兴国小，甲学生囡仔来分享着伊拍球的经验。陈新伟表示，讲伊伫咧小棒队的时阵，也捌差一点就摕到世界冠军，即马是真正摕到啊！伊也鼓励囡仔爱有梦想，才有拍拼的动力。复兴国小野球队的囡仔伫咧校门口迎接校长陈新伟恭迎倒转来。伊伫咧世界12强赛对韩国迄场，捌讲出关键的红不让，学校嘛感觉真公平。陈新伟的老师杨婉玲替伊批结出校友的红彩带。杨老师讲，陈新伟伫咧国小的时阵，人生做细粒子，毋过力头真把。迄阵也捌代表台湾去拍世界小棒赛，就有真侪中学的球队。注意到伊的好球技，每次比赛回来就会先去找护士阿姨，那护士阿姨就会问他们说：“啊，又输了哦？”他说：“没有，我们赢呢。”虽然说我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但是其实在我在复兴国小的时候，也曾经与世界冠军擦身而过。你在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学校嘛安排陈新伟甲学生囡仔同齐拍乐乐野球，囡仔拢真欢喜。陈新伟也指导因拍球的姿势，伊嘛鼓励小棒队做人着磨，做牛着拖，一定爱坚持目标。像我国小在打棒球，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什么地步，但是就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目标，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才国小，反正打不好怎么样，那其实这都没关系，但是主要是你的想法，你要够坚持在于你对棒球的热衷。人伫咧讲，食人一口，报人一斗。陈新伟在野球世界第一的好成绩，回来母校，用行动感谢学校的栽培，嘛毋望每一个人心内拢有梦想，未来会当看到这个囡仔伫咧各行各业争做世界冠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举办这台剧控窑，来参加活动的台剧家庭，无论是起窑、烹茶，这控土窑，大家拢是用台剧来开讲。遮侪人拢讲，这控窑是因做囡仔记忆，实在是真趣味。这边的人负责起土窑，另外一边的囡仔是负责熬土，大家分工合作，总算甲土窑起好势。大人开始烹茶，准备来控窑。对不少人来讲，控窑是细汉时真珍贵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住伫台南的庄脚，所以对我来讲，控窑是一个我囡仔时代的记忆。细汉有算过啊，想讲囡仔一定无算过啊，所以带因来啊。好算。甲大家哥做伙讲台语。控窑食材除了有传韩字以外，个人准备要控卵、控鸡肉。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逐年都会带民众到水田来办控窑活动，哪算哪学习，也做伙讲台语。文化甲语言是分袂过两种物件，控土窑这个是台湾最传统的文化，大家拢在讲台语，个算袂晓讲的囡仔，伊听，是嘛都在讲，这叫这个沉浸式的真正式的迄个教育，其实我嘛是较爱用这个纯的活动，甲生活化的物件。除了体验趣味的控窑活动，也趁机会互相交流，分享家己学台语的过程。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讲，未来会继续办各种的活动，互大家来认捌台语的水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1964年创立的嘉义县绿草国中是绿草唯一的国中。为了要感谢这间学校60年来对地方的栽培，学校的老师、学生也个毕业的校友，甲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合作，用半年的时间创作出故宫笑馆，介绍绿草15村有地方以上的花啊棒墙，也要争做学校的艺术地标。
一片一片的结束飞亚棒，亲像斗图同款，计共15片的飞亚棒，顶面拢是各砖头的特色。嘉义县乐草国中这座观光工厂的作品，是乐草国中毕业校友甲师生共同创作的飞亚艺术品，要来庆祝乐草国中已经60周年了。用咱的在地文化，各乡镇，咱各乡镇的一寡人文艺术啊，然后结合成说来做我们的鹿草的一甲子的延续，然后和大龙中华业15川的各地的文化特色，包含了宗教的啊、文化的啊、艺术的啊，然后产业的啊、农特产品好的一个题材，好，咱来设计成一个墙面的陶艺作品。学生甲毕业的校友，两边的人拢利用时间学习安怎透过飞亚来创作。嘉义县文化基金会邀请老师伫社区甲学校替大家上课。上课的老师就讲，这个作品真困难，动用60位师大甲学生，共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完成。因为飞亚伊的单一的体积，伊袂使伤过大，因为伊要经过烧，好加上伊的浮雕的创作啦、烧制的过程啊，其实那像这个作品量体遮大，其实制作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学生甲家长做伙做这个作品，其实非常的有意义。伊唔但会当促进咱的亲子的关系以外，伊嘛会当互咱的乐草有一个新的地标。基金会表示，乐草国中是在地唯一的国中，真侪在地人为阿公阿嬷迄代开始，拢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透过这种青年共创的艺术活动，唔但替学校庆祝生日，嘛互在地基地有上顶传承的艺术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伊的作品拢是原点啊。这北树美术馆搁再呈现1998年伫台北双年展的作品《原点的强迫梦想》。那日本的艺术家奈良美智伫台湾的巡展计划，这作品也刷到屏东美术馆咯。这山顶注文要去看的人数已经有上万人啊。有乌色圆点的粉红色大鸡龟仔出现伫北树美术馆真悬的展览厅内底，经由外面光线照射，要将徛伫大鸡龟仔中间感受特别无同。这是北树美术馆再现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伫1998年台北双年展展现的作品《圆点的强迫梦想》。这摆有为这作品头一摆伫台湾展览，何必将看到伊创作的情形。北市美术馆的特色就是因为自然光，就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艺术家这样。包括这个作品，像包括以前你们看到甘露水在这里也是一样这样哈。对我来讲，我就是期待光的变化这样。好，那这个作品更是如此。经由关注民美表的歌声展开展览的开幕式，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继续伊在台湾10年巡展计划第3站所到屏东美術館，奈良美智也親身出席開幕式。絵は本当に台湾のことを思って描いた、台湾っていう僕にとってはすごく南にある国で暖かくて人も暖かく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想像しながら、描いた絵なんですけど、さっきそこに座ってこの絵をこれはこう印刷物ですけど、これ見てたら結構本当にいい作品が描けたんだなとちょっと安心しました。开展了后，奈良美智会到潮州来驻村，展期对20开始到明年5月底。展览是用线顶有约的，每题次时间大约40分钟。由奈良美智人气真旺，线顶有约的人数早已经超过1万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广场迎接新年的自控自管数字灯已经摆出来了，吸引真侪游客伫遐排队翕相。随落来呢，就会挂登去广场的大楼，等新年的时阵正式甲点火到。4, 3, 2, 1, Happy New Year! Yay! 2025 is here in Times Square. 听到这种话声，到时阵伫跨年时阵绝对更较闹热。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算活动大型2025数字灯，已经伫46家甲47家中央的槟榔会开始展示。活动单位当日办活动，替大家来练习倒算。Today we are revving up the countdown to the new year, and in just 13 more days, the eyes of the world will be focused atop Times Square when the famous ball drops and these numerals light up at midnight. 这个数字总重量545公斤，上大数字是0，是164公斤。4个数字拢总620粒 LED 灯，数字2有145粒灯，数字0有164粒灯，数字5有166粒灯。They're going to be out for the next 4 days, and you're basically able to get up close and personal and almost touch them.
一寡游客排队等要加2005翕相，有人用跳舞的姿势，有人是大风伫烧针，还有人规家伙出动，透过大门也是做贺卡。预告新的一年就要来啊！2月3透早扫二点就会搬走，挂伫广场的楼尾顶，伫跨年夜正式倒算点灯。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8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天气关系是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身体健康，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